各位，天文台喺夜晚10點15分取消所有風暴信號。風暴期間，觀塘創紀之城3期大廈頂嘅煙通喺強風下被吹斷成2截，搖搖欲墜。喺跑馬地黃泥涌道近樂活道，一棵大樹倒冧；九龍城太子道西一棵大樹連根拔起，壓毀大廈外牆。淺水灣道被冧落嚟嘅樹堵塞。天文台夜晚亦都取消山泥傾瀉警告。上海舉行大型演習。演習喺奧運訓練場館圓心體育中心進行，警犬到場搜索炸彈，亦都有生化爆炸襲擊，人群四散走避，又出動生化部隊人員，係北京8月舉行奧運前上海一次大型嘅反恐演習。11點7會有晚間新聞。DHL 的片嚟嘅，我最中意拍埋呢啲戲噶啦。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咧，就係我同三哥咧被困喺架車裏邊咧，架車準備着火啦，我哋要點樣逃出生天呢？記住睇啊！永安旅遊呈現《移情別戀》，星期一晚9點半兩台同步。馬時亨話請辭冇政治考慮。機場喺風暴中天花漏水，風塵吹襲深圳，阻延100幾班機。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，詳細嘅內容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話，3個月前已經發現腦血管有問題。經過深思熟慮，決定辭職，冇政治因素。陳家明報導。馬時亨話喺3月一次身體檢查嘅時候，發現左腦有血管畸形。咁雖然冇即時嘅危險，咁但係如果處理不當，可能會引致中風。因為佢喺個腦部，喺我個腦嘅左邊咧，就亦都係喺比較入嘅部位咧，就唔適宜施手術，亦都係唔適宜作任何嘅電療。最重要嘅咧就係保持我自己嗰個血壓唔好高。咁醫生咧就另外一個建議俾我咧，就係要我減磅。咁大家都知道，成日你都叫我肥馬肥馬肥亨肥亨咧。咁咧醫生就話咧，你最少咧都要減15磅到20磅左右咧。咁你個血壓咧就會正常翻。佢話同屋企人商量過，經過多番嘅掙扎先至辭職。我有機會為香港市民服務，係我光榮。好多謝董特首、曾特首俾呢個機會我。過去6年，我亦都得到中央政府嘅信任。佢話決定係冇政治嘅考慮。我個決定咧就係100%咧係健康。咁咧就頭先我唔係好明你講話點解同有啲人不咬完，因為咧喺政府裏邊咧，即係有好多事情或者我嘅睇法同其他人嘅睇法唔係一樣嚇，但係呢啲全部都係對事嘅。佢話一直全心喺政府工作，咁解決過領匯上唔到市嘅危機，但係手上仍然有好多未完成嘅事務。最遺憾嘅係未能夠睇到由佢提出天水圍發展計劃。回首過去，馬時亨話仙股事件令佢學懂謙卑。好開心嘅咧，就係6年之後，我仲記得當年嘅情景。當時好嚴厲批評我嗰啲議員咧，今日喺議會廳咧係我最好嘅朋友。被指處事圓滑，馬時亨話為官之道就係在於溝通。政通就人和，人和就政通。咁所以咧，你唔人和點政通咧？如果你唔同其他人去溝通好，你點可以做好你份工？我同啲議員嘅關係，我唔會當佢哋係所謂反對派。佢又話等立法會期完結之後，7月中會離開崗位。被問到離開政府之後會唔會同前局長王永平咁一樣論政，馬時亨就咁樣回答：我係奉行咧，我係奉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嗰種人嚟嘅。
馬時亨係喺02年棄商從政，加入政府，成為第一批嘅問責官員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家明報道。行政長官報請中央，依家等緊回覆。政府話署任同繼任人選問題未有決定，而官員同議員都慰問馬時亨。吳景俊報道。由離開馬己仙峽道嘅屋企，到立法會開會，係咪最後一次出席立法會啊？馬時亨都俾大批嘅記者追訪。多謝晒啊！真係好多謝你哋嚇，多謝關心。會議進行嘅時候，議員不斷傳紙條俾佢，又喺會上慰問佢，而局長亦都問候佢。我哋整個團隊都為咗佢因為健康原因要離職呢，係感到惋惜。我哋亦都整個團隊都好希望佢喺離任之後呢，能夠繼續佢個開朗積極嘅人生觀。同馬時亨喺工作上關係密切嘅林健鋒相信佢嘅病同工作無關。好少去怨別人對佢唔好啊，或者係俾太多壓力佢。馬時亨要處理嘅棘手問題包括迪士尼再注資嘅問題、港台前途、公平競爭法等等。佢轄下有10個部門，係12個決策局當中最多㗎。政府曾經話過，副局長要時間熟習，短時間內都唔會署任局長。如果係阿馬局長正式離職，而又未有人係填補嗰個局長嘅空缺呢，到其時呢，行政長官呢係自會考慮是否由副局長呢係短期呢嚟到做署任。有學者就話，政府已經陷入兩難。如果揾蘇錦樑去做署任嘅話咧，公眾對佢嘅信心亦都唔會好大。咁啊，但係如果即係政府唔揾蘇錦樑署任嘅話咧，就即係間接地承認咗咧，就話即係呢一班嘅副局長咧，其實就係未夠班去即係署任局長。佢相信政府會揾政務官接任，又話繼任人能唔能夠有馬時亨圓滑嘅政治手腕係好大嘅挑戰。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。天文台喺夜晚10點3取消所有風暴信號。機場客運大樓嘅天花喺風暴中多處漏水，機管局話天氣好返會維修。林詠文報導。喺機場1號客運大樓，四周圍都係水桶，清楚見到天花仍然滴緊水。乘客推住行李經過都要小心。2號客運大樓漏水嘅情況更加嚴重，水由牆邊流落嚟，工人要喺商店門外封上膠紙。商戶話生意難免受到影響。少少實有㗎啦，落雨。有旅客話漏水影響對赤鱲角機場嘅印象。機場管理局解釋，1號客運大樓由於天花保護膜刮花，所以漏水。至於2號客運大樓就係由於玻璃同地下嘅連接位防漏工程做得唔好，所以出現滲水嘅情況。今個月初黑雨之後，機管局已經發現漏水嘅情況。佢哋已經加緊咗一啲維修嘅工程，但係因為天氣唔好，所以工程遲遲都未能夠完成。機管局話，等到天氣好嘅時候會恢復維修工程。無線電視記者林詠文報導。當局夜晚亦都取消山泥傾瀉警告。喺風暴期間，觀塘創紀之城嘅煙通喺強風下被吹斷成2截，搖搖欲墜。喺跑馬地黃泥涌道近樂活道，一棵大樹係冧咗落嚟。九龍城太子道西有一棵大樹連根拔起，壓毀大廈嘅外牆。淺水灣道就俾冧落嚟嘅樹堵塞。中午市民出門口返工，8號信號生效期間大風大雨。